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1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3篇，约伯记20章第1节到11节，彼得后书第1章16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所爱。约伯在遭难之后一直在埋怨上帝，而他的朋友们一再的与他争辩，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对话，让约伯明白上帝其实是爱他的。但是呢，约伯他并不认为，他们的朋友甚至认为约伯他不够敬虔，所以他遇到这样的一个苦难。约伯记20章第1节到11节记载了约伯的好朋友拿玛人所法的说对话。接着拿玛人所法发言：约伯啊，你使我心烦意乱，我忍不住要回答你。你说的是侮辱的话，但是我知道怎样回答。你当然知道，自古以来，从人类被安置在地上开始，邪恶的人得意都非常短暂，不虔的人欢心也不长久。纵然他骄傲与天比高，他的头接触云霄，他终要像粪土一样被扫除。认识他的人都不知道他哪里去了。他如梦消逝，永远不再见到。他像夜间的景象，消失得无踪无迹。见过他的人再也见不到他。他要从他所住的地方消失。他的儿女要向穷人求泣。他要亲手把剥削得来的财物交还。他一向年轻力壮，但不久要成为尘土。保罗也曾经这样说过，耶稣基督复活的事，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愚昧的事。但事实上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上帝大全能的展现，不是人手所捏造出来的虚假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对于信而接受的人而言，耶稣基督复活是上帝爱的展现，而接受耶稣基督复活救恩的人，就是主所爱的对象。彼得后书第1章16节到21节，彼得也这样子的提到：我们所告诉你们呢，有关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再临的事，并不是根据捏造出来的那一些荒唐的传说。我们曾经眼见他的伟大，他从父上帝接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我们也都在场。那时至高荣耀的上帝对他说：这是我亲爱的儿子，我喜爱他。我们跟他一起在圣山上亲耳听见这天上来的声音，这样我们对先知们所宣布的信息更加的确信。你们要好好的留意这信息，因为它像是一盏灯，照耀着黑暗的地方，直到天亮，到晨星在你们心中发出光辉的那一天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要记住，圣经里一切预言都不可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，因为从来没有预言是出于人的意思，而是先知受圣灵的感动，把上帝的信息传达出来了。诗篇123篇：在天上掌权的上主啊，我仰望你。正如奴仆倚靠主人，婢女倚靠女主人，
上主我们的上帝啊，我们仰望你，直到你怜悯我们。上主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怜悯我们。我们已经受尽了轻蔑，我们已经饱尝富足人的戏弄，受够了骄傲人的欺凌。谢谢主赐下耶稣基督复活的主，成为我们救恩的来源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更坚定地相信，接受主预言的恩典，蒙恩得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